这是点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透过视讯出席印度前总统卡兰博士诞辰89周年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世界粮食计划署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与斯镇罗萨桑格祈愿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早日康复。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呼吁人们发展内心和平。美国国务院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达赖喇嘛尊者钦佩欧盟精神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在欧洲召开。欧洲议会远藏小组呼吁议会关注中共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制度。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致函悼念印度联盟部长帕斯万逝世。卡尔梅克共和国修建佛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于1992年访问该国。斯镇罗萨桑格表示，中国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促使联合国的公信力受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10月15号透过网络参加了已故印度前总统阿卜杜尔·卡兰博士诞辰89周年线上纪念活动。达赖喇嘛尊者在线上纪念活动上致辞时强调，非常荣幸受到邀请，并能够讨论阿卜杜尔·卡兰博士的思想及印度文化。同时，尊者回顾自己首次到访印度时会见阿卜杜尔·卡兰博士的状况，并分享了阿卜杜尔·卡兰生平的事迹。包括他出生在贫穷家庭，但从小就接受教育及对科学持有强大兴趣的状况等。与此同时，尊者称赞阿卜杜尔·卡兰重视印度各宗教间保持和谐的重要性。另外，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诺贝尔委员会于上周五10月9号为联合国负责解救饥荒与粮食危机的世界粮食计划署颁发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致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董事大卫·比利斯表达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强调，诺贝尔委员会颁发这一奖项是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常年服务的认可，也提醒人们有责任缩短贫富差距。此外，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杰朗姆塔库先生于本周一10月12号在推特上发文宣布确认他感染2019新冠病毒。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司镇罗萨桑格在闻讯后相续致函慰问首席部长杰朗姆塔库先生，并祈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尊者同时祈祷所有人能够战胜疫情带来的威胁和苦难。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0月10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于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举行的活动上，通过视频声明呼吁人们提高内在和平。达赖喇嘛尊者在视频声明中强调，종사리디다 소소 레 도미리 아니 소소다 레지왕게티 용데버지기다 산제베자 최베토네 셰베이나 드리쳐요리 다 마음벌로디 마요야게 뭔거 쳐야디 야
그 탑시 용기를 안도 몽구지기 탑시 제대기야리 자다 내염된 고야가 된다를 지금 멤버도 체리보다 아니 내여도 되는 몽구지기 또 후다보다 지기야리 제수 이라요 더동지기 참에 심슈 깨니 다된 거는 전에 카요라요 그 샴페인이 차와 인삼배 타네 아니 응가르신도 참에니 후진당으로 나서 쇼기 nga 좀된 되게 제랑 결혼식이 장주성 공매식이 된저 인도 지난주 샴뱅이 차고 주시버데 네 제수 일한다 아니 뭐면 균두치기 사들이 인도 니리신도 샤가 야람보다 야 지금 말하면 지금 송화전에 장에 아니 저분이 대강이 내염들이 다지 저분이 양거 자가 다 유리야 다 내염디 다 리메파 사모파 아니 다 가서 다 도시기 마용지기 네 셔다르 신게 되면 기대기요 순간도 창되기요 서들이 인도 아다고도 chanzo 된데기 더 디터리아 지 차례당한 상월로 제수 이란다 투시세 쇼인而司政洛桑桑格也于当天的活动上发表视频致辞，呼吁卫生部门采取整体方案，促进流亡藏人社区的心灵健康问题。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本周三10月14号任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据了解，这是特朗普政府首次任命这一职务。而国务卿蓬佩奥在随后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根据美国的西藏政策法案，特别协调员德斯特罗将领导美国促进中国和达赖喇嘛尊者或其代表之间对话的努力，保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征，并敦促中国尊重他们的人权。国务卿蓬佩奥还强调，美国仍然关注中国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包括缺乏有意义的自治、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以及对藏人宗教自由和文化传统的严格限制。此外，欧盟前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亨利·马洛斯先生于上周三10月7号主持召开了一场达赖喇嘛尊者对独立、生态的思考和对欧盟精神的钦佩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应邀出席研讨会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在发表讲话时，详细地讲述了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70亿人类一体性理念的重要性，以及尊者对欧盟精神的钦佩。另外，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上周五10月9号透过网络举行一场研讨会，就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如何有效地在欧盟境内展开支援西藏议题的活动进行讨论，并谴责中共对藏人实施的强迫劳动制度，呼吁欧洲议会对此表达关注。此次研讨会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主席米库拉斯·佩克萨主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应邀出席会议。与会人士包括议员助理萨里马卡格，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等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上周透过网络参加了多场视频会议。本周二10月13号，司政洛桑桑格在2000论坛基金会举办的瓦斯拉夫·哈维尔中国人权研讨会上，批评中国缺乏透明度、无视人权，造成了全球性危机，并进一步谴责了中国近年来渗透和影响联合国的行为。此外，司政洛桑桑格还透过网络接受了德国资深主持人安东尼·霍华德先生的专访，就西藏的历史地位、国际支持西藏自由运动和蓬勃发展的西藏民主，以及中国侵占西藏70年后藏人持续致力于争取自由和自治等话题进行了讨论。
在谈到中国吞并西藏70年的话题时，司政指出，对我们而言，70年意味着中共造成的破坏、非法侵占及暴力统治。另外，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公共分配联盟部长以及长期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拉姆维拉斯·帕斯万先生于上周四10月8号在新德里的一家医院不幸离世，享年74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在闻讯后，相续致函逝者家属，表达哀悼与慰问。强调帕斯万先生是西藏自由事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之一，并指出他生前积极地参与许多与西藏自由运动有关的活动。此外，为纪念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992年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该国凯奇内里地区与近日新修建一座佛教寺院，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蒙古和独联体国家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出席奠基典礼。代表戴洛仁波切在奠基典礼上向寺院管理团体捐赠了一部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于1992年短期访问该地区的相册，以及达赖喇嘛尊者恩赐新建寺院的藏装物品。随后与僧人们念诵经文，展开了奠基仪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本周二10月1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再度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对此表达失望，并指出，在中国持续侵犯西藏、东突厥斯丹、香港、南蒙古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的同时，当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将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信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尽管中国今年再次当选，但与之前的选举相比，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的支持率明显减少。中国在今年的选票中仅获得139张选票，位居亚太地区的第4名，其中52个成员国未投票支持中国。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